各位評判大家好，好高興可以向大家介紹下我哋嘅發明。我哋嘅主題家居安全，目標在於減少長者喺屋企發生意外或者受傷嘅情況。創作呢個作品嘅理念源自於我哋對長者家居安全嘅關注。有統計指出，超過70%嘅長者受傷事故源自跌倒，而當中接近一半係喺屋企度發生。獨居長者喺屋企跌倒之後，如果冇法及時求助嘅話呢，後果可能會好嚴重。因此，我哋就希望透過科技預防同減輕呢類意外帶來嘅傷害。為此，我們設計了一套家居安全監測系統，利用鏡頭偵測結合 microbit 控制來判斷家中長者的活動狀況。這個系統能夠分辨長者是正常活動出現假摔還是真正跌倒受傷。當系統偵測到真正跌倒時，會自動發出警報，並聯絡家人或救護人員前來協助，務求爭取黃金時間救護長者。我哋嘅系統主要運用咗形象辨識技術以及簡單嘅機械學習分類模型嚟監測長者嘅狀態。具體而言，我哋透過鏡頭即時監控家中長者嘅活動情況，並使用事先訓練嘅模型將攝得嘅影像分類為正常同埋暈倒兩種狀態。為咗提高分類嘅準確性，我哋預先收集咗並標記咗一啲長者正常活動同跌倒情景嘅圖片作為樣本，透過機械學習進行訓練，讓電腦學會分辨長者站立行走同埋倒地嘅差別。不過單靠一次影像可能會判斷出現誤報，因此我哋喺程式裡面加咗進一步嘅判斷機制，以區分假跌倒定係真正嘅跌倒。當系統偵測到疑似跌倒嘅情況嗰陣時，會先稍作等待並持續觀察。如果長者好快就自行站起來或者活動嘅話我哋就視作假警報，系統將會取消警報提示。相反，如果長者持續咁樣跌喺地下冇動靜嘅話我哋就判為真正嘅跌倒。一旦確認發生真正嘅事故，microbit 就會即刻啟動警報裝置。接下嚟由我嚟示範呢個系統嘅實際操作。首先，喺長者正常活動嘅情況下，系統會持續監測，但係唔會有任何警報發出。接住我哋模擬長者跌倒嘅情景，當攝影鏡頭捕捉到長者倒喺地上嘅畫面時，系統會將佢判斷為暈倒狀態。就係呢個時候，系統唔會立刻警報，淨係會等多幾秒，繼續觀察影像。如果偵測到長者已經企起身，證明係一場虛驚。然而，如果等待期間長者一直唔會再喐，系統就即係確認呢個係一次真正嘅跌倒。隨即 microbit 會亮起 LED 並發出刺耳嘅警報聲。如果長者可以喺警報後作出反應，按壓按鈕，系統就會自動取消警報。但如果長者未能作出反應，系統就會透過網絡即時向家人手機發送求助信息。我哋嘅示範可以睇到，整個過程系統都可以自動判斷並作出適當反應。透過這次示範，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系統能及時偵測長者喺家中意外跌倒，並立即發出警報和求助通知，爭取時間救護，減少長者因跌倒延遲救治而造成嚴重後果的機會。總括而言，我們的作品運用了創新科技來改善長者的家居安全，體現了我們作為小學生關心社會的責任感和創新精神。謝謝各位。